阿布，厉害了！你要去玩电视哦，这个顺赛帮我拿过去。然后啊，我刚把他主要用的资料忘在阿里基潘公司啦，你顺便也去帮我拿一下好了。顺赛帮我整理好，按照时间顺序摆哦。急了。哎呦，阿布，你等一下会超商对不对？同样买咖啡，安乐美式精品的。太低了！哎，你要去超商的话，顺便帮我缴一下钱好了，我摆在桌上2天就唔记得了，哈哈，已经过去2日嘞。阿布，我回来了，有冇个事情不？等你要开会了，帮我整理一下桌子，俺要魔术啦。这是几天的垃圾啊！吃完泡面没洗漱放糖对象很难吗？说的对象很难吗？爸爸都叫我顺便做这个，顺便做那个，整天就只知道使唤我。我明明是助理，做事情就跟工读生差不多，都不知道我是来上班的还是来打杂的，真受不了了！你决定为他提离职。对了，阿布，他找你的升你做组长哦。升组长。那是蛮累，顺便帮我带一下吧。我的主管马上同处理。等一下。有黑马该放电，我再也不渴了。你还在玩那个游戏哦？退了，概率都是骗人的嘛，根本就是想逼玩家氪金嘛，要与马该后告啊！不就是花钱买喜欢的卡片吗？我花了钱，喜欢的卡片还是没有出现呢。哼，都不在乎玩家的感受，我要给他1星评价。马该闪电的星光套装，我一直动手哎呀！官方佛系，有了星光套装，我就可以解锁隐藏任务，然后就可以抽点星光家具组。官方我爱你！天哪，馒头男孩，爱东东一样丢，卡片也太可爱了吧！限定套装，爸爸，高外牛一个，我也要玩。然后我老板就说每次看到我那么勤奋，在家跑腿，公爱做事情懂精神，所以下个月要是我做组长哦。我是觉得能帮到大家才是重点。又来了。干嘛每次经过都要买啊？而且每次都买那么多，大逆代买，没看你们中过啊，还不如把钱上好了，积少成多。哇哦 baby！尿。OK。我妈妈完了，走吧。真香。拉拉杂杂什么节目啊？我有个真听不懂呢。还那么多集，手多好看呐。2 hours later。在公聊1面。等一下。